锦溪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了，你就躺好吧，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顾先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，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